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妍牧师。11月16日，呼召与勇气6，进入恩典的现场。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2章13到16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以赛亚书30章18节。但是上主还在等待，他等着要施恩给你们，他要怜悯你们，因为上主是公正的上帝，信靠他的人多么幸福啊！现今世界里最吸睛的焦点新闻，却充斥着复杂与不安，物价上涨、战争、疾病、政治黑暗、名人八卦、暴力恶行、饥荒、贫穷，遍寻不着深刻的感动与更新的盼望。上帝的恩典仿佛早已从这失落世界上消失无踪。这是案发悲惨现场，还是恩典现场呢？有一位为当之意的英雄佛克，他说道：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感到绝望的人。人能持守盼望，是因在任何境况中都看见潜在的希望，并且不论环境如何，都能保持积极的心境。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到了，其实是夜晚。这很深的夜晚，我们看到尼希米来到了耶路撒冷。第3天的夜晚半夜，昨天我们谈到他只有骑着一个牲口，带了几个人，没有让许多人知道。在今天的经文2章16节还说，没有一个地方官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直到那时，我都没有告诉任何犹太同胞，不管是祭司、领袖、官长，或是任何可能参与这工作的人，我什么都没说。没有说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许我们是可以猜测，尼希米他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他需要先进入他所要完成任务的现场。他经过休息之后，他马上出发。在深夜，他需要一个人带几个伙伴陪伴他走入那黑夜中的城墙。我们看到他趁着夜晚出了城，穿过西边的谷门，往南经过龙泉，到了勒舍门。我一面走一面查看破损的城墙和被火烧毁的城门，然后在城的东边转向北走，到泉门和王池在那里。因为我骑的驴找不到小路通过乱石堆，我就下到基伦溪，沿着溪谷骑，巡查城墙，然后转回原路，经过谷门回到城里。虽然没有办法整个城都绕过，但我们可以知道，应该是他感受到了他所要执行的业务，所要建的城墙。相信这个城墙今天这么破烂不堪，他不免也会想到，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呢？而在这些事的案发现场，
这位神在哪里。他相信这位神一直都在，只不过这位神也在等待，等待着他所管教的这一群他所拣选的子民回转过来。相信尼西米在他的眼中所看到这一些破烂绝望之境，他因着神的呼召，他是可以看见那恩典的现场，就是当人回转归向神，眼前的景况要成为神施恩的地方。他进入的走的这一些城门，这些路其实都是很卑微，很最底层，最可以说是甚至有这个所谓的垃圾门，甚至有这个泉水，有许多的这个城里面可能都不为人知，默默存在在那里，也默默的是一个很大的破口。因为我们看到这里的词是很重要的，但却是破烂不堪，随时都会被人攻击。原来要以防被敌人包围时还有水可以用的这个泉门跟网子，真的是最后却是这样子不堪使用。我们看到尼西米他进入到最深的现场，也就像人进入到人的心最软弱的现场。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其实有几处都是教导我们在开始工作之前，我们先要去窥探那个地方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情况。我们之前读很熟悉的那个有探子去耶利哥城探那个地方到底好还是不好怎么样应对。这约书亚呢，他打发探子去，当然还有为什么？因为他要了解那时候的情况。在这里尼西米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保罗也一样他要去雅典传福音，就去走一走看看，他们竟然是这么看重敬拜很多神，上面还写为师之神，以至于他就知道从哪里切入，让人可以接受他的说法，可以知道那个接触点要从哪里开始。福音的接触点是很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带人到福音恩典的现场，其实我们也需要深入到人心。人最软弱，可能最黑暗，但这不是我们有办法去做到，乃是要圣灵要使人的心能够打开。但我们人就只有等待吗？不，我们是可以积极了解，我们可以走近跟人接触，先了解，我们才能够讲什么，我们才能够计划然后做什么。而神不是让你一个人，而是神与我们一起，让我们开始能够计划符合人心，让人听得懂的福音。但就看我们在那个最黑暗的地方，可不要被吓到，而我们应该有个盼望的眼光，知道这里不是案发现场，他可能曾经是，但这位恩典的主要带领我们
使这里要成为那恩典的现场，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陷入暗黑深夜里，看见上帝的恩典，即便看似隐藏，还是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出那耀眼的光芒。在等待中，我们除了信心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恳求神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时候，主，我们看到那暗黑的深夜，人性的软弱跟黑暗面，这社会媒体也是给我们了太多让人绝望，但主，我们感谢你，你总是在，一直都在。你让我们在案发现场，我们仍然知道主你的恩典一直都在，要使我们跟你一起进入那恩典的现场。让我们积极的等待，因为主你的心意就是要使人能够回转归向你，停止我们的恶，我们转向你。你在等待我们，要施恩给我们，你要怜悯我们。主，因为你是公正的上帝，你是慈爱全能信实的，信靠你的人，我们多么幸福。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让我们有盼望。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活出神的恩典，信靠他，我们成为那幸福的人哦。我们明天见。